巴士除了做交通工具，嘛有新的功能。亲像伫德国的庄卡，就有巴士超市，互民众会当去巴士内底买日常的用品。也佫有巴士，也伫遐嘛有一台艺术巴士，伫内底会安排艺术表演，互民众坐车就会当看到精彩演出。一台真大型的巴士开入摆小城镇的街仔路，停伫广场边啊。看到这台巴士，住伫附近的居民就知影会当来遮买物件。Und ich bin froh, dass es das gibt und ich schnell hier was einkaufen kann. Mit dem Autofahren, das geht nicht mehr immer so gut. Mit 85 Jahren ist das so. 这台超市巴士顶头有青菜、水果、烟尘、罐头、各种糖仔饼仔，甲一寡简单的生活用品，是德国第3大超市连锁商雷福超市甲德国运输公司合作的计划。为今年3月开始，伫德国23个较偏远的城镇提供这种服务。超市巴士一礼拜来一摆，每届会停点半钟，互想要买东买西的居民，趁这个时间赶紧买好交船。甲镜头转到巴西，巴西的巴士嘛有真无共款的服务。伫巴西大城市圣保罗的车站，一台巴士毋但有装七彩的霓虹灯，搁为车内传出真闹热的音乐声。原来这是一台专门提供艺术表演的艺术巴士，每礼拜日拢会邀请一位音乐家、歌手，也是剧场的演员，伫巴士顶头表演，希望将巴士变作一个行动的文化中心，互一寡无时间也是无钱通去音乐厅、去剧院看表演的民众，坐起你这台巴士，就会当免费欣赏到真赞的艺术表演。E o ônibus é pouco essa ponte, esse lugar de conseguir promover o encontro, né? Promover essa arte sem fronteira. 记者甲面演编译。